来，找了个这玩意儿，来，大不大？来，咱看看找了个啥，爬起来。大不大？这个支撑得多大了得？就这个样，司机还让我给他出来呢，咋付啊？这是个拉皮的小子呀，拉皮的小子，咋给他补啊？咋了？司机说还是条新轮胎，让我想办法给他补起来。一个拉皮的小子，我咋给他补？我里有线呀。咱能补吗？我补也补不了，咋补啊？咋办？废了。我补也补不了，咋补啊？